尤其是同啲仔女去街咧，行兩行佢哋又要等我，覺得好似變咗自己一種負累咁啊。咁而家咧會比較輕鬆啲，自己會 enjoy 啲。其實係真係身體出現警號啦，覺得唔舒服去睇醫生。醫生同我度就話我血壓高，咁所以醫生就建議我去話你要去做啲運動啊，減下磅啊，咁你個身體就會好啲。你都未至於話係老弱殘兵嗰種，佢話你去做下運動啦咁樣咯。喺做運動之前咧，我就行樓梯咧，通常行2層樓我就要唞氣嘅。咁但係做完運動之後咧，我可以行多2、3層咯。仲有就係以往我未做運動之前，我行路咧，行一段距離度咧，我就會覺得攰，我需要唞。但係而家就比較行得距離遠啲，而且就覺得自己個人即係行嘅步伐係會輕鬆咗好多，係唔會話好似死下拉住咁行咁樣啦。